经济交易，嘴话结滴就无落。哦，这是同款有小可读经爱注意。咱来第三段的歌词，请书记。平安，平安。咱即时吼，用一点仔久的时间，咱安静咱的心，来专注听候上帝。咱这段时间，咱先将手机来设定做无声，感谢。王主的名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吧。
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花子，伊的后裔要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的名称做奇妙无事、全能的上帝，永远美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天有强情，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这是咱三甲做伙来吟诗、献诗35首，献诗35首，心实在快乐，咱请起吟全诗。我心实在快乐。
邦复活后，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咧。这是咱三甲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要上帝，愿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你拣选阮诚侪你的囝儿女，互阮有份伫你的恩典当中。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为着阮的罪，以牺牲性命来赦免拯救阮。搁诚侪阮会溪流星，带阮行真理的道路，互阮无偏离正路，通甲主日日同行天路。亲爱的上帝，这个大降节的时间，求主搁再一摆，互阮来送思主耶稣降临世间的目的。除了伊是一位以赛亚，诚侪人类的救主，甲阮会当来结合。除了这以外，阮是毋是还阁会当来反转，来思考阮是毋是有用悔改的心来反省阮家己？阮的信仰的生活是毋是有合上帝的旨意？阮是毋是有珍惜白白得到的恩典？阮即时才过来恳求天父上帝，搁再一摆将耶稣基督的诞生来放入阮的心中，互阮时刻来提醒阮的灵命是毋是有变化换新，用安尼来面对主耶稣基督叫来的审判。亲爱的上帝，我嘛真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一昨阮听有限福音的地会，一昨会当真顺利平安来落幕。而且嘛创下南靠教会为福音事工所做一项真水的典范。而且嘛感谢所有服侍同工，因应听上帝的心，来听阮社区厝边隔壁的朋友。即款的精神，敢毋是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第一要紧的概念吗？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是接续关怀引带人物上帝的事工，才拄啊要开始。恳求主回路，互才会来参与的朋友，会当伫主的做工的内底，会当互因有得到感动，会当互因继续来持守甲上帝隔定关系。若有一天，会当来看着因来诚侪上帝国度的囝儿女，接续阮圣人的事工，悠然继续来进行。而且嘛，恳求天父上帝继续来保守看护，互业种甲收割，拢有当平平得到上帝的接纳甲祝福。
继续来感谢阮教会有做做兄弟姊妹，伫即摆圣诞时间，利用热诚的心来参与、来调和，彼此同心结连，互相帮赞，也有祈祷互助。主，愿你继续伫圣神的带领甲充满当中，继续来保守阮遮圣诞个会后要做的这事工，拢恳求迄个上帝引带看顾，然后耶稣基督诞生的好消息，通来献传后地久。阮即时也要为着阮的遗体来祈祷，无论病痛、心情、忧愁、不足，甚至失眠，也佫有家庭关系失和。信心、冷僻、坚持，将才拄着艰难的，我们为着因来祈祷，恳求迄个上帝施恩赐福，怜悯遮个困难的兄弟姊妹，求主保守、医治、安慰、帮助，互因逐人拢会当照着因的需求，得到助力的赏赐，甲因变稳。然后，遮兄弟姊妹的心心灵灵灵拢会当健全无挂碍。主啊，我们今日从今仔日的礼拜，用伫交付伫主你的手中，然后讲的、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激励，阮的信仰当中得到坚固。阮的祈祷无完全，恳求迄个上帝即时，用伊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大家做伙来祈祷，愿乐器之强，对心之听，愿其来的话，下流的模糊，尽管下流我们行，灵魂的喜，灵魂的美海，灵魂的欢迎，人生所受，大概在心。显着咱请三角做伙来听我来读。因经过布鲁加加勒泰的地方，因为圣神把救因传到你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比推年耶稣的神准，就对美西亚经过，落到就罗亚，保罗迷失，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遮个连面意爱要去马其顿，也做是上帝叫阮传福音福音，所以对第罗亚大船一直到撒摩地亚，隔日到
好哩，对遐到规日点，就是马其顿迄地头的一个城，也是罗马人分身的城。阮伫即个城点不难去，伫安休日出城门外，到河边拍算，伫遐有祈祷的所在，就坐地，甲所组织的负责人谈论。有一个卖知识布的负责人，名朱地下来听，伊是吹蜡城的人，边说敬拜上帝，主开伊的心，互伊传讲保罗所讲的话。伊甲伊的家已经受洗礼，就由阮讲，若也我做真实信主的人，请到我的家住，就强强劳烦。以上愿上帝甲愿意听上帝的话的人三甲记得。这是咱要请时班来带咱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所要学到题目是上帝赐平安。
讲道，咱就请林成温牧师，今仔所要讲道的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大港节的第一礼拜，咱三角初七，伫上帝殿院，咱做伙来敬拜何乐主。咱看到即个第一大节来点，咱即个旧国顶管也有写着期待5万。老师嘛真期待，嘛是5万，咱教会继续伫宣教的道路，努力打拼，应跟上帝名。要开始之前，请咱三工来祈祷。让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每一兄弟姊妹伫圣诞节期中间，特别伫大港的节期，阮三角组织来照亮上帝你的名，透过耶稣基督的出世，阮特别用这个特别的节期，互阮每一兄弟姊妹都有上帝你的听到阮三角基地。主啊，阮知影，若毋是你听阮，阮真正无法度做啥物。阮有信心来帮助阮，透过即个节期，互阮会当有真实的安静，伫阮的生活内面，好啊，默想思考甲你的关系。感谢主，互阮会当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继续伫即个呼声的中间，阮经历上帝你甲阮三角地地，帮助阮，引带阮，赐予阮，感恩奉主的圣名，阿免。姊妹，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有一位饥饿对策的遮的同工吼，伊的名叫做王南鼎兄弟吼，咱请咱兄弟先起立吼，互咱来熟悉吼，咱拍鼓仔甲欢迎。谢谢伊等一下介绍伊家己吼，伊对即个战争的所在，转来到台湾吼，所以战争的所在伫倒位？俄罗斯、乌克兰的所在，伫个乌克兰的所在，伫个遐真危险，伊嘛经历迄个炮火的袭击，迄个过程。所以等一下差不多要有我40分钟的时间，要邀请王兄弟甲咱遮来分享。牧师伫遮讲一个即个引言啦吼，即个引言真重要，就是咱今仔日应该是即个邀请一个红贵牧师来甲咱中间分享。临时有代志，拄啊好，即个时间上帝安排到拄啊好，互咱会当透过咱教会一直不断地思考，也是讲咧实践即个宣教的道路。伫宣教的过程中间，无得确是咱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无得确是就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来到咱的中间，也是讲咱就是拢有。我相信即个时代就是安尼，所以保罗咱看今仔日段经文内面，有真可能性伫咧伊。即个以前第一摆的宣教旅行中间，伊建立真侪教会，过一段时间了后，真紧信心带领因通过即个小亚细亚来到爱琴海边仔一个特罗亚的所在。即个所在就是保罗伊到即个米西亚的边界伫迄个过程，信心一直提醒伊，信心提醒伊爱离开，毋是伫即个所在宣教，毋是伫迄个所在宣教，所以因清楚知影迄个方向了后，爱透过啥？透过祈祷、安静、等待，所以就敢亲像咱过来的即个牧师，咱即个传道教育牧师、道牧师夫妇因来到咱的中间，伊嘛经过经过祈祷、等待、祈祷。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来到咱的教会，三角做团队的服侍。所以主罗保罗就伫咧即个特罗亚，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了后，伊暗时伫咧使徒行传第16章第95讲暗暝时，保罗伫咧异象内面看到一个马其顿的人，徛伫咧遐甲求叫，讲来到马其顿，甲阮帮衬吧。所以保罗看到迄个异象了后，伊马上就去马其顿的所在。所以伊知影清楚知影讲，这是上帝的保证。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看比较《使徒行传》16章第8节有讲着讲，16章第8节是讲因他们
伫咧第10节讲安怎？我们、咱、因甲咱，所以可见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伊迄阵加入即个宣教的团队。所以这就是啥？路加其实无得讲，就是即个马其顿人。伊可能住伫咧菲律宾的一个医生。所以伊规划伫咧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因为伊使徒保罗的宣教，开始踏入去啥？欧洲的所在。第2摆的宣教的旅途，就是踏入去欧洲的所在。所以马其顿的呼声，会当通讲是上帝所赏赐使徒保罗一个理想。伊查使徒保罗伫第2摆宣教的过程中间，要行的路线方向，伫咧使徒行传15章的所在到18章的所在。所以搁较搁较赞的，就是使徒保罗伊领受即款的理想了后，伊开始开始就去传福音，就去遐宣教。所以圣经内面继续有记载，侪使徒保罗伊咧宣教的即个每一站，了后伫咧第2摆的宣教的路途发生真侪代志，比如讲拄则有搁加较寒一点迄个女帝阿贵主的迄个过程，一个算命的女仆得着救，保罗甲西拉伫咧菲律宾被关家，即个关家的狱卒啦伫咧遐专家信主，保罗伫咧雅典，阿列巴古的所在讲道，等于互真侪伫咧第2摆宣教的路途顶悬，有真侪的事务，像是使徒保罗伫马其顿内面建立真侪教会，内面有几个教会我讲，菲律宾、帖撒罗尼迦、哥林多，遮个所在，建立信徒团结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早期伫咧教会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占真重要的位置，所以信仰内面有5张回信，有3张就是写互遮的，所以已经伫咧欧洲的所在宣教，然后所以即个教会的始作的学家将即个基督宗教，咱会当传到欧洲到西方的世界，对保罗即个所在，开始马其顿的呼应是真重要。咱有即位王兄弟，伊嘛对咱台湾去甲即个政地的所在，伫遐伫遐读册，伫遐求学的过程发生战争，伊嘛看到即款的号召，愿意留伫迄个所在帮咱乌克兰即个遮个过程，所以有一首诗歌，乌克兰的诗歌来放互咱兄弟姊妹听，咱来听2分钟的诗歌，来听看卖乌克兰的诗歌。When I trust, when I believe, these little years have set out home. The TV board was your these little years have been gone. Was good for I am home to God. There is my sin, Ukraine. Боже, Україну збережи, Господи, помилуй грішних, змилуйся над нами і прости. Молимо Тебе, Всевишній, і від ворога нас захисти. Без Тебе ми безсилі, Господи, змінися нам Твої, без спасіння в Україні. Як на цим спостерігати, якщо людей там вбивають, коли жива людська душа, вже зовсім цінності немає. Як же нам тут далі жити, і нашим дітям в цій країні, якщо не вступишся, Господь, загине наша Україна. Боже, Україну збережи, Господи, помилуй грішних, змилуйся над нами і прости. Молимо Тебе, Всевишній,
谢主，今天有机会到林口教会来做一些报告与见证分享。刚才那首诗歌啊，是我在乌克兰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的神学院跟他们合作，帮助做一些救灾活动的时候听到的，我听到的一首诗歌。我一开始听到那首诗歌，就是歌曲还蛮轻快的，然后我就问那个神学生说，这首诗歌叫什么名字？刚才那首诗歌的名字叫做《神啊，求你救救乌克兰》。当我再去试着去翻译他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我越翻译越伤心，因为他的歌词就讲说：神啊，我们都是罪人，求你帮忙乌克兰。你若不救我们乌克兰，我们乌克兰就要灭国。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国家活下去，等等内容。所以其实我越翻译看他的歌词内容，其实是很伤心的。他同时在这个 MV 里面也呈现，乌克兰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但是因为侵略者的野心，就会把这些炮火伤亡带到这个国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一起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好。在透过乌克兰救援实录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这个马太福音6章33节是我在这1年多来的一个在乌克兰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这句圣经的话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看到很多的神迹。这是我一个分享的一个大纲内容哈。这张照片是我跟当地神学生去孤儿院探访的时候一起来合照的。我现在是跟日本的国际饥饿对策有很多的合作，然后尤其于我在那边学到，可能是有点小看到，就是说智力开发教育资源以及紧急协助尤其是智力开发，也就是说他们怎么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对象，让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这是我学到一个一直持续在学习的一个重点。现在日本国际饥饿他们现在同时在世界上22个国家都有援助。然后我本身目前是负责乌克兰这一部分。然后他们在日本国内，除了海外援助以外，在日本国内，在日本的教会、大学、中小学有很多的工作报告，就是说怎么海外援助，同时去教育现在日本的年轻人等等，就是说要洗衣服，要珍惜，因为很多的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不是理所当然。这世界上其实很多人是连这些很基本的都没有。所以就教导大家很多的更深层的不要浪费等等的一些概念。对，所以1年在日本有实体的活动以及各式各样的主题每年办1000多场。然后同时就是说台湾有一个一样的组织叫 FHIT， 然后或许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些关于FHIT 的一些内容。我本身是在2015年到了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基夫，在那边先读语言学校，然后读硕士等等的。然后就是说我语言能力在当地还蛮受到认可，所以就是当地的教会的人就介绍我在那边有这样工作的机会半工半读。然后突然去年战争突然爆发了，然后所以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人就已经在乌克兰，这是我住的地方附近的这些小学。然后这些小学它原本战争前是这样子漂亮的地方，是很多小朋友充满欢乐的地方，但是就突然就没有人。然后就是说，幸亏就是战争发生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平常跟乌克兰的同事关系还蛮好，所以乌克兰同事愿意带着我一起逃难。因为其实，在逃难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艰辛，比如说我这个同事帮忙打电话找计程车，打了19通才终于找到人接我们从住的地方走第1段，然后这又第2段、第3段，一直慢慢逃，中间过了10几个检查哨。然后因为就是说战争初期乌克兰人他们对中国人其实印象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中国人受到攻击。但是我的同事就一直解释这是台湾人，这不是中国人，所以顺利过了10几个检查哨，感谢神。然后后来就是说顺利搭上台湾政府准备的撤侨巴士，然后到了波兰，那时候跟在波兰的大使，然后在那边的波兰代表处门口合照，跟我一起出来的台湾人大概有50多个人他们全部都回台湾了。但是因为过去我在乌克兰有很多的朋友、同事、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看着大家到处都在求救，哪边没有东西吃，哪边没有药，哪边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回台湾很于心不忍，所以我就他们都走，我就留在波兰。
这个是当时在波兰的华沙的乌克兰领事馆门口挤了很多的乌克兰难民，他们在那边寻求援助啊，寻求一些政见上的办理这样子。后来就是因为有人辗转介绍我到了边界，这是在波兰的边界，从乌克兰出来到波兰的边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战争前以及现在其实旁边都是空地，但是在当时有很多的世界各国 NGO 去那边摆摊做紧急援助。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比如协助整理物资，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接待难民，然后有一些很小的啊、很老的他们别说英文不会讲，连波兰语或者是乌克兰语也不会讲，所以就是他们遇到很多的难处，所以我就帮他们准备他们所需要的，然后以及帮他们去找他们下一步要继续往哪边逃的交通工具，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小孩子临时吃东西，临时做个短暂的休息。其实，在当时战争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同在下雪，从越过边界到了波兰陆陆续续出来，但是其实一样在下雪，是乌克兰那边排队排了10几公里的，他们就是又饥饿又寒冷，受了那个逃难的艰辛以及窘迫的状况，所以其实很多人逃难出来之后，还有很多人在逃难过程中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痛苦，以及很多人是不得不逃，因为轰炸到自己的家里面，家里面的比如说父亲、丈夫、儿子，要求女性把孩子带出去，不逃整个村子可能就没了，不逃就大家一起死在这边，所以他们是抱持着可能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亲人，不得不出来的心情。所以其实很多人出了边界，内心是一个崩溃的状态，这种天人永隔，也不晓得未来要怎么活，这种困境。所以那时候我也在那边陪着他们，听着他们的苦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在前线，就是很多的义工就是临时在那边搭帐篷，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我有一天来了2位日本人，他们就觉得很好奇，怎么这边波兰的边界有一个台湾人，然后有办法用日文翻译乌克兰语，用英文翻译俄文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先留下一个联络方式，然后这个日本同工他们就回日本了。然后后来他们想一想，就是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合作，所以我就之后跟这个日本国际饥饿协助他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帮乌克兰难民到日本大使馆办去日本的签证，然后我们还去送一些物资到医院然后协助撤离，不管是白天夜间，只要时间空间允许的话，我们都会协助避难撤离等等的接送。然后就是去医院探访这些从前线地区后撤的一些无辜老百姓这几个老太太都是在自己的家乡无缘无故被炸断腿，被炸断就是有一些损害就是说这是在乌克兰当地捡的一些弹壳，很难想象这么尖锐的东西，然后在高温就是轰炸到土地上，然后喷出来，这很高温的东西，然后打到人的体内。然后而且这种铸铁是会一直持续生锈，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就面对到这种很残酷的一个状况。然后主要分成三个现在协助的一个状况像这张照片是一个从他的家乡是在顿巴斯地区已经被占领了，然后这个老太太是在去年4月6号，在自己的家乡附近的一间小学去拿救援物资。早上11点，他去小学拿，那天只有一个小小的圆面包。当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小小的圆面包放在自己的包包，瞬间眼前一亮，小学就炸掉，当下他的腿也断掉。所以后来感谢神，就是辗转后送到西方，然后西部城市，然后就是转介到我这边，我就是协助这个老太太我送她去斯洛伐克3趟，去帮她处理她的义肢的问题。这张地图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是目前被占领的地方，绿色的地方是占领过，现在又拿回来。对，所以现在分这3个就是近前线地区，然后国内难民及国外难民的一些援助工作。我在乌克兰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个是一个年轻的爸爸，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对我喊着说：“求你帮助我们，我的孩子只有水沟水可以喝。”一个年轻的父亲，他原本在战争前有工作，
然后有老婆，但是因为这个战争就突然工作没了，老婆没了，然后占领军经过他们这个村庄，他的家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搬空了，所以他其实一个年轻的父亲带着小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我遇到状况，我就是多去访问他们，然后基本上就是对，都是访问他们，然后去对他们做一些资源。Hello。对，然后就是到前线的一些村子去紧急发送物资，像这个村庄，它有6个月的时间是前线状态，所以整个村子95%都被打烂掉。大部分的村民在当时是躲在那种地下室啊、仓库之类的地方，然后没有东西吃，他们可能就是一包面粉，然后加水搅一搅，这样勉强活着。所以就去那边送日本所支持的发电机以及食物给他们。对，然后这是那个村子我去多次去访问去送物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位是在日本有个日本乌克兰文化交流协会哈，然后他们在战争前是做文化交流这一部分，然后因为战争所以他们也支持乌克兰的一些许多援助，然后有个日本，所以这位日本人他就是之前到了乌克兰，我带着他一起到东部被占领过的村子。去到当地，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就一台车子哈，能送的物资其实不多啦。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到了当地，像当地留下来坚守的那些人，就是说一些鼓励的话，对他们来讲，虽然物资不多，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有台湾人跟日本人愿意到那边去陪着他们，去关心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就已经不会那么绝望，就有看到一些希望这样子。后面的建筑物是当地的一间农业大学，哈，也因为战火什么都没了。然后那边临时设置一个临时医疗站，所以就到那边去。那边没有医生，就几个护士啊，他们连很简陋的医疗设备都没有，还就问我说能不能支援一个绷带啊，什么血压机啊、温度计这些，他们连这些都没有，所以我就去送物资以及他们跟我说所需要的医疗物资送给他们。然后我们还在那边办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原本上课的小学已经变成这样一个断垣残壁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这边办活动的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个阿桑站在旁边，然后我就去跟那个阿桑搭话。这阿桑跟我说，他的孙子已经大半年没有笑过，所以他很感谢我们去那边办活动。办活动之后，他终于在看到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孙子重拾笑容这样子。但是我每次离开前线地方，我都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离基辅很远，但是都离绝望很近。我跟他们对谈的过程中，听到很多在被占领期间发生的悲剧，以及就算回归之后他们的那种无助。国内难民的部分这是一间体育馆，它里面收容了150个难民。好，可以看到在那个体育馆这样小小空间挤了这么多人，在不管是卫生生活上有很多的不便。这个数据是说，光是在东部城市哈尔基夫，下面4个被占领的州逃出来的难民就18万人，所以越东边对不起，越西边应该是越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个巴赫穆特这个城市有怎样的概念？对，可能新闻也蛮常提到。这首诗是算诗吧，就是巴赫穆特当完全被占领之后，然后所写的，就是那个地方曾经有这些学校，曾经有这些艺术文化的东西，但是入侵者来就变成废墟了，对我来说，就是我在那边是真的遇到巴赫穆特来的难民，这几个难民是就是说军队敌军要来了，被乌克兰军方强制撤离，因为他们不撤，留在那边会有更多的问题。所以被强制撤离出来，可是很多单位其实没有能力再去照顾他们，所以他们转了3、4次，最后转接到我这边，我就帮他们准备一个临时避难的地方。他们以前在自己家里面是快快乐乐可以上课、可以上学，但是瞬间都没了。我之前另外一个合作的同工，他是去探访这个家庭他说这小女儿每天在家里面哭。他去探访1个礼拜，就看他哭了1个礼拜。我问这家就是有什么梦想，他们跟我说他们梦想就是明天不要再睡在街头就好。
然后所以我就试着带着他们去融入，就跟着当地的教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一些烤肉什么，试着走出来，不要再关在家里面，因为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他们遇到这样一个很大的变故他们其实很多的害怕于，对，所以就是他们总是关在家里面，所以我试着带他们走出来。然后以及我在那边参加当地教会的一些祷告会啊，一起查经，然后在当地的 NGO 跟着他们在地下室，在没有电的状态下，用手电筒一起整理物资。在下雪的时候也整理物资，因为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他不会因为天气冷就肚子不饿。然后在难民发放现场，就是在那边准备一些茶水供应的服务，因为他们有时候排队要排2-3个小时很长很久，所以就准备一些茶水去支持他们。然后其实，在准备茶水的时候，我就看到都有一些小朋友在那边排队，然后小朋友排队也没事做，所以我就在旁边搭一个棚子，然后邀请一些义工，比如像这一次是快要中秋节前夕，我就准备这样的一些图纸教他们画，顺便跟他们解释，在东亚文化圈有什么是月饼啊、玉兔啊、嫦娥什么的，然后也跟他们讲说，台湾跟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中秋节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在台湾就是烤肉节，然后这边义工一天到晚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去烤肉这样子，然后以及要在当地的孤儿院去支持他们食物以及办一些活动，在乌克兰西边的城市利沃夫，这个城市现在同时我们去支持他5个孤儿院。然后同时我在这边也办理比如说日本文化活动，跟他们介绍一些日本有趣的事物，然后教他们唱日文的诗歌。我用乌克兰语去拼日文的发音，用乌克兰语去解释那个日文歌词，和大家一起跟着唱，然后带他们玩折纸，带他们一起唱。所以其实有机会，我现在已经在酝酿，就想要教他们唱《爱国降临》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支持这样子，然后带他们玩折纸。然后以及就是教他们简单的中文字、汉字。一开始先教他们，比如水、木、火这些简单的汉字，之后跟他们讲信望爱以及信望爱后面的哲学，然后再来就是邀请，因为我很多活动是跟当地的教会合作的，所以邀请当地的牧师或是当地的宣教士，以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信望爱这个主题，向难民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信息分享。因为其实我办活动。可能有时候半天1天就走了，但是还是希望就是透过当地的教会跟那边的难民有持续的连接以及喂养这样子。再来就是说前面比如说折纸是可以带走的，然后我同时也准备这样一个小卡片，在小卡片上面让难民写4样资讯：第一，他叫什么名字，他来自哪里，然后他有什么愿望以及那天的日期。然后做完这个之后留在当地的教会，我拜托当地的教会在他们的祷告会的时候。针对这一个一个的难民，他所写的愿望持续带导，因为其实常常他们写的内容就是说自己还有哪些家人没有逃出来，还在被占领的土地里面生死未卜，或是家里面谁因为这样的一个战争而生重病而出现什么状况，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当地的教会了解难民的状况，也持续能够能够后续追踪以及为他们事情带导这样子。在那边有这样的住在货柜里面的很大型的难民营，这个难民的规模是1400人，然后他们都是从被占领的地方逃出来的，所以他们现在没办法回家。我在那边每天都有办户外的体育活动，比如说足球啦、排球等等的，以及在室内有一些跟小朋友的一些这种活动启示比如说玩玩西洋棋啊、玩玩拼图的那些活动。现在一样在利沃夫州，同时有5个难民收容中心在跟他们合作。对，这是约伯记，就是其实在协作过程中，我常常在反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怎么帮助他们比较合适。所以我开始试着去导入增加以工代赈的一些模式。他们在难民营已经1年多没有工作，就每天就待在那边，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邀请一些在难民里面的朋友一起到当地的教会啊、NGO 或是学校，就可能先做一些简单的打扫啊、刷油漆、整理环境而已。然后事后就是说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的工作，然后给他们一点食物或者给他们一点现金，
跟他们说这不是薪水，但是就是感谢你们一天的辛苦，让他们试着走出这样一个难民营，以及让他们就是再次去体会说，其实他们还能做一些事情。这是关于就是不要放弃。这个黄色衣服这个先生，叫 Dennis， 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在那边帮忙协助整理环境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我怎么认识他？他的妈妈就是我带他去斯洛伐克的儿子。然后他的妈妈平常都没有笑，唯一我看到他妈妈笑，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子会笑这样子。但是啊，这个家庭因为家园已经被毁掉了，然后被占领，他们被强势现在来到了西边的难民，住在难民里面。很多人遇到这样变故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他儿子某种程度上为了逃避痛苦哈，就喝酒，常常就是喝酒，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就邀请，我去探访他们，去邀请他们说，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讲好了好几次哈，然后他们就他儿子就放我鸽子放了2次。别的义工跟我说，阿姨 Q 嘎，不要理他啦。但是我还想说，还是不要放弃他，就我还是持续邀请。所以就感谢神，就是他后来就是有一次还是愿意走出来，然后跟着去教会啊，那天帮忙刷油漆等等的。然后刷完油漆之后，他就很开心，就跟我合照。合照之后，那天再回到难民营的时候，我就把他那天辛苦所得，我也不是给 Dennis， 我是给他妈妈。我跟他妈妈说，哇，你儿子哦，就是说今天工作很认真，非常优秀。但是这个辛苦得到的一个工价不要再拿去买酒买烟了妈妈知道怎么用，就还是留给妈妈这样子。然后感谢神，就是这个家庭我之后再去探访的时候，Dennis 不在，他妈妈说他找到一些临时工，就算不稳定，但是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可能性这样子。再来这个家庭是从马里乌皮里出来的，我不晓得多少人有这个印象，就是他是在战争初期，在亚速海附近的一个大的城市，那个城市也是被强烈的攻击，损害很严重的一个城市。从那边出来的一个难民家庭，然后他们也是长期失业，不过他们不是在难民营，他们是在郊区，所以我就换了一种做法，就是我买一些小鸡跟买鸡饲料给他们。我在给他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约定好说，这些鸡50%等到从小鸡到成熟，我要拿回来，拿回来之后我要再分给别的难民。所以他们在养小鸡的过程中，他们就知道不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的难民。同时就是约好30%是给他们，20%是留给当地教会去运用。然后其实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说，我是在思考说怎么透过当地的资源去帮助当地有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发的救援物资都是罐头人不可能一直吃罐头吃1年吃2年，所以就是说，透过这种养鸡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新鲜的那个蛋白质来源。还有就是说，透过这方式因为20%是当地教会或是 NGO 运用，以及我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让他们跟当地的 NGO 或教会有更多的持续的连结。这是第一次收成之后，送给就是那时候帮忙刷油漆的一些难民，以及帮忙陪小朋友画画的那些义工。再来国外难民的部分就是我比如说在波兰跟当地的教会合作，就只要有机会我就帮忙接送难民去送机。像这个难民家庭，他们是从克里米亚逃出来的，然后以及在波兰跟着当地的教会一样，就是有一些陪难民的一些祷告读经的活动。这就先跳过。再来是在日本的难民的部分就是其实我是先回到日本做一些工作报告1个月，然后再来到台湾。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跟着日本那边所收的一些难民，在当地的教会就协助翻译，然后就说感谢当地教会愿意支持他们，以及也希望当地教会为他们还在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家人代祷，然后以及就是说在日本也跟着难民去做一些募款的活动这样子。再来就是未来的挑战。乌克兰它的纬度是在大概北海道那么高，所以它常常冬天就会零下10几度，甚至有时候20几度。住在货柜，其实它的保暖是
有很多的限制，还有很多人住在折咖，他们可能需要暖暖包，或者是需要木材去取暖，或者一些衣物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生活设施的一些资源，好，不管是洗衣机啊、冰箱等等的，还有教育资源哈。我其实遇到一些难民小朋友，已经10多岁了，11、12岁，会说话，但是没办法阅读，因为战争呢，他们已经1年半没办法，很多人没办法好好的读书。在战争前，因为武汉肺炎，很多人3年半，将近4年，没办法好好上课，大学生都要毕业，他们没办法上课，所以我也不晓得这个国家接下来会怎样子恶化下去。我们能做就是试着找一些方法减缓这样的恶化，或者不要再那么糟糕。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带导，就是比如说他们准备他们的教材、教科书，以及能够在当地找到当地能帮忙教书的一些老师。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再怎么教也有限，对，还有帮他们准备能够上课的一些环境以及空间。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准备一个拼图，然后让小朋友拼。可是就是什么哪里是基辅，哪边是奥德萨，哪边是哪里？但是这样的教育其实很有限，帮不上什么忙。还有去他们的伤病复健中心看到就是说这些为国牺牲前线回来的人，他们内心的一些创伤，以及他们身体的恢复。其实我没有拍没有机会，就是没有拍那张照片。我看到很多的这种伤病的家庭丈夫为了国家牺牲那么多，但是老婆大着肚子又抱着小孩子在他旁边，我不晓得这个家庭接下来怎么活下去，要怎么走下去。因为作为国家现在这个时间点，所有的资源就往前线去送。对于这些后送，就是说回来的人，其实资源很有限，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为他们带导。然后这是那边的一个复健中心，它里面跟我提出他们的一个困境，因为他们就算有义肢但是人是一个有机体，就是你的肌肉会忽大忽小，所以他们那个套上去的义肢有时候会不合，所以要用3D 列印的设备去针对每一个人个别去做一些调整的一些零件，但是它就一台3D 列印机，而且那个耗材损耗就是也需要大家一些资源这样子。还有就是我去他的一些军营去访问，所以他们很多人还是坚守在第一线，所以希望大家为他们的平安代祷这样子。还有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比台湾大16倍，面积比台湾大16倍，可是他们没有中央山脉，所以他们都是平地或丘陵，所以就这样的概念可能将近台湾30倍大。所以我常常送物资从波兰或者从很西边往东边送。这个对于车子，这是我在当地教会捷克的教会借的一辆车子，所以对于这个车子的一些保养啦、加油等等的耗损，也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带到这样子。这是刚刚前面提到，就是那边的一个临时医疗站他那边还是有一些老人、一些人，就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不愿意离开自己世世代代所留下来的土地，他们还在那边，所以就是说我送物资去那边。比如他们那边医疗站很缺乏，就是送一些物资给他们，医疗物资以及很基本的医疗设备给他们。这是有一次我在原本被占领区办活动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生在哭。其实我常常在那边难民服务的时候，就看到在一些角落，女性嚎啕大哭。但是我作为一个男生，我很困难直接去给他们援助，所以也希望能够在当地能够组建一些。当地女性的一些志工、同工帮忙去做一些安慰的一些工作。再跟大家快速报告就是当地我看到一种前线教会的一些状况。第一个，比如我到东北部的苏梅地区去送物资的时候，那边的教会这个村子被占领将近过2个月，市中心也是一样会被打烂，但是那边的牧师跟我说，留下来的人不到30%。主日聚会却是战争前的3倍，因为这个战争改变了很多人的一些想法然后当然有的人就是说更坚定的认识到神，有些人是因为内心需要安慰等等的各种原因，不管怎样，教会成长了3倍，所以我就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各式各方想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再来去了东部的哈里皮夫地区的，也是一个被占领过的一个村子的教会，
对，这边这位高高的是那边的牧师哈，这牧师很难联络，因为我每次打电话给他，他都在忙。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教会同时去协助喂养周边15个村庄，所以他每天早中晚都到不同的村子里面去探访啊，去帮忙啊。其实这个也就是他们教会，是他们那个教会旁边的一个村子，他们去探访人，去帮忙整理环境的时候，然后我就把物资送过去，顺便跟他们合照。所以他们很努力想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资源能量很有限，所以我也想说，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支持帮忙他们。再来去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这个南部的赫尔松地区我去那边访问过了5个村子，全部都没有牧师，曾经有教会，但是教会就炸掉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偶尔有西边到这边的一个宣教的一些牧师啊或者什么，但是那就是一次，就不固定不连续啊，所以那边几乎就是，或许可能某些地方有教会，但是我遇到的那几个村子都没有，所以也希望大家为这些代祷。属灵的征战，因为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就是说经历到很多神，一方面就是也遇到很多的一些属灵征战状况，比如说这个，不晓得看不看得出来，这是在波兰的边界，刚刚讲梅迪卡，从乌克兰一走出来，马上可以看到这个牌子“耶和华见证人”，你就在那边等拍，看到外国人，连外国人都问说，要不要去他们那边接受服务、接受帮助这样子。除此之外很多的摊位，其实很多摊位都是那种阿拉伯来的那种回教团体什么的，所以希望大家为这些一样就是代祷这样子属灵的征战代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因为为什么讲说这样的战争改变了很多想法？我跟当地前线那些的一些牧者聊天，很多人一辈子努力工作，汲汲营营工作，买了一间房子。什么都没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很多人都来不及逃，自己也跟着在里面就没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开始更认真的去思考神的国、神的意义，以及人生更重要的一些意义，以及就是很多的难民他们自己不得不离开家乡，到了波兰，到很多国家，他们也能够很深刻体会到这个，就是说那边毕竟是占据的，在别的国家，所以。他们也一直呼吁到这样的经文。其实我们在地上，我们其实都是短暂的在地上，我们可以去试着去思考，更重要的在天上的事物的一个盼望。这个是想跟大家另外报告的另外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击转折。我之前面提到说，我在战争前我在乌克兰有工作，所以我领当地的货币，领当地的货币就有一笔薪水。那我逃难出来的时候，我带着乌克兰当地货币出来。我3月2号逃难到了华沙，我要买东西吃啊。这张照片是3月3号拍的，整个华沙全部都不能换钱，作为货币的功能失去了。所以我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很多的反思，就是人生在前面这段时间那么努力工作到底为什么？所以这时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提醒我，就是马太福音，比如说马太福音19章6章19节20节就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财宝，而是要在天上，就是那些无形的资产更为重要。可能或许对我来说有 PTSD 就战后创伤，就是我那时候在波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在台湾的妹妹，我就跟我妹妹说，你觉得你手上的新台币永远都能够用吗？那不如说趁现在有用的时候，做一些帮助人或者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亲身经历到，有钱也买不到药，有钱买不到东西吃，有钱也交不了油的那种困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句话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也给我力量。我会日文这样子的能力，在乌克兰唯二用到的是，第一个是现在跟日本国际饥饿合作，另外一个是说在乌克兰有这样的日本宣教士夫妇，他们到了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建立教会，他们在那边牧会牧了27、8年。所以他们在那边建立教会，他们主要是用俄文在建立教会。然后但是乌克兰里面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有些华人在，所以我就在6、7年前就跟这个牧师合作，就是办了3次针对中国人的一些宣教的活动
3次，每次都是1个礼拜，一周这样子。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在帮忙翻译的专业过程中，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些讯息，让我也学到很多，然后有更多的认识到福音的内涵，以及就是说我在里面也试着去推动这个合体，就是说其实那些中国的学生，我们在这样子宣教的事工上，竟然让中国留学生他们唱日文的诗歌，一起来敬拜赞美这样子。然后战争爆发之后，我到了波兰华沙，我也谁也不认识，我也不会讲波兰语什么的，我也很无助。然后就是说很多年前跟这个日本牧师他们有合作，所以他们这个日本牧师教会里面的弟兄就向我推荐这个波兰华沙的乌克兰人牧师。然后其实我跟这个波兰华沙的牧师也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神迹启示，所以有机会也希望能够再跟他去做一些报告这样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我帮助乌克兰难民送难民到日本去避难，帮他们办签证送到机场送机。然后这2位到大阪的难民他们其实我原本不晓得，他们其实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有时候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跟我说：“王弟兄，你的这个问题可能在圣经的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可能有些解答。”我一翻，哇，对，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可能神也准备了这个难民家庭到日本，可能在日本那边的福音工作是有些帮助的。他们一路上都很客气，然后帮助他们，其实让我觉得很轻松。然后还有多少时间？对，就是这2个行李箱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这3位我帮他们办签证的时候，很快就下来。就这个妈妈办签证的时候，就怎么办就办不下来，奇怪，一下说照片不 OK， 一下说文件看不清楚在波兰的日本大使馆、乌克兰大使馆，来回排了4、5次，就是反正烦死了。然后甚至日本大使馆通知我们去拿签证的当下，我们已经到日本大使馆了，签证准备给我们了，打错直接收回来。等一下5分钟我们等5分钟再等一下10分钟还是没有，又等一下半个小时，还是没有，又跟我们讲等一下，又说下午再来。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我那一天的行程原本是早上带他们去拿签证，下午去另外一个 NGO 领物资。这对母女我带他们到了波兰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王弟兄，我想要买，我们没有行李箱。”就一直讲不讲话。我也没有预算帮他们买行李箱，我就一直没有回。然后那天签证一直怎么办就还没拿到嘛。然后原本约好要去那个 NGO 去领行李，可是人还在，我不能把他们丢到大使馆了。那没办法，就走上车，我们去那个 NGO。去 NGO 的时候，在把救援物资装上车的当下，那边的工作人员就主动就是聊天嘛，聊天说我说我刚在带这个难民在日本大使馆办签证什么的，然后遇到一些状况什么，然后我没有问那个工作人员，就突然跟我说，他们是难民那他们有没有缺行李箱？然后我就瞬间觉得原来前面遇到那些反反复复的一些困难，其实上帝有更大的祝福在准备，所以真的很多时候要敬畏耶和华，因为其实上帝的很多规划计划不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能够测度、能够理解的，对，所以很感谢神。另外这2位到横滨的这2位难民，这个戴帽子的这位女士，我的理解她应该是从基辅来的，她在战争前应该家境是相对有钱人，所以有钱人就很多的想法欲望，我还要，我帮他们所以我一开始在还没搭飞机去日本前，他们在华沙这段时间就找个地方安置他们。可是我还是要常常回乌克兰，然后这个女生就一天到晚抱怨说我没有帮她，没有照顾她什么的，然后我就给她看照片说，我在乌克兰，我去医院看这些断手断脚的人，那些家破人亡的人，去帮助他们。你现在好手好脚，你还准备要去日本了，所以对，请谅解。但是她还是觉得我对她不好，还甚至打电话去日本说我欺负她虐待她，然后我就很灰心，然后我就跟她讲说，你是难民。你不是观光客好不好？
所以不过当然哈，他到了日本之后，日本那边的教会也很开放。对，但是回过头来，我在反思，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啊。所以其实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在我可能不经意的去跟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互动、很多人互动啊，我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人，我也是常常可能不小心在哪边得罪人。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借由这个反面例子，让我去反省，就是说谦卑，以及说也感谢很多人愿意包容我这个，其实我也是一个罪魁、罪大恶极的人的这个事实这样子。再来简单跟大家挑过说，其实这个援助哈，我常常想不是单方面的从亚洲去援助，其实乌克兰有很多很漂亮的事物哈，这是他们前阵的国旗。然后这些坦克车都是从前线拖回来，放在基辅市中心的。其实他就是在敲碎俄罗斯说，你不要把坦克车开来，都是被打烂的。他们是欧洲国家，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古堡。然后之前去那边访问的人，他们去看那边的老街。所以也希望就是说，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哈，帮助台湾人，其实除了悲伤以外，还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认识这样一个很特别、很美丽的欧洲国家。再来就是说，之前10月18号的新闻哈，挪威那边他说，你如果乌克兰难民要回去，我给你1500欧元，好，赶快回去。那边是瑞士，瑞士说乌克兰难民你要回乌克兰的话，我给你1000到4000欧元的补助，你赶快回去。因为很多欧洲国家他们也支持，也帮助的很辛苦。这块扛棒上面写 What I can do to help Ukraine， 我可以帮助乌克兰做什么？其实我在乌克兰这1年多来，看到非常多的国际 NGO、国际的很多的义工哈，从乌克兰离开，大量的援助减少，但是难民的人数没有减少，是慢慢还在增加中。但是乌克兰他们能做什么？就是在这个扛棒是在乌克兰去波兰的那个边境前，出去前所立的扛棒，所以他们能做就是说，各位你们如果要离开乌克兰前，拜托你们不要忘记这边还有一些悲剧还在持续发生中，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这里。比如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到一件事情，比如说他们东北大地震，理论上那个地震就是震几个小时，甚至包括余震可能震几天，但是事后的善后要花几天，要花10几20年去重建建筑物以及人内心的伤痛的重建。乌克兰战争还没有结束，每天很多人还活在看不到明天的那个越来越绝望的一个状态。其实刚刚前面还提到说，在妇女这一块，很多的妇女她们遇到的困境是家人突然没了，或者是家人还在留在前线，留在占领区生死未卜，或者是家人去上战场，他们每天都一直希望就是为自己的家人，家里面的男生代祷。我常常3不5时遇到那种状况，就是代祷，有时候跟自己的儿子透过简讯聊天，因为他们在部队其实很多的管制，就简讯聊天，聊着，突然就没信息，没有回复，然后又过1个礼拜，军方就来通知说要准备后事了，所以他们很多人是每天都活在这种不晓得下一步，不晓得明天自己的家人还在不在，就算在也很惨，而不在这个家庭的很多的这种越来越加深的那种苦难。对，它不像地震是结束就有一个停止点，他们是一直越来越加深，所以也请大家为他们代祷这样子，请大家为乌克兰祈祷我们作为外国人，除了这种实体的援助以外给他们物质以外，就是说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个心灵的陪伴，他们还是要靠他们的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虽然站不久，可能又会跌倒，再陪着他们，鼓励他们，再站起来，试着走第1步，走不了第2步，然后可能就要休息，或是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们，为他们代祷。最后就是说，也欢迎，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将台湾的爱送到乌克兰。这是一个原本被占领区的一间幼稚园，因为俄军来，我的理解是一个穷国家去抢劫另外一个更穷的国家，所以俄军来家家户户或者公家机关所有的看得到，他们觉得值钱的东西全都搬走，所以
之前有一个个人的一个赞助者支持买了这台的洗衣机，然后我送到那边，当我的车子打开来，这边小朋友看到洗衣机，马上就鼓掌了。哦，我们终于有干净的衣服。对他们来讲，连一个干净的衣服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就可以让他们很快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要的不多，但是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慢慢的帮助、慢慢的援助，让他们看到一线的希望。再来，因为这场战争，很多乌克兰人，他们其实我的理解，他们是洗的，他们发现清楚认识到说台湾是一个过去错过的一个好朋友，他们也想要多认识、多理解台湾。但是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集思广益，帮助我，怎样子用各种的面向去向他们介绍台湾的美好。因为他们也很开心，他们也很欢迎多认识、多理解、多听听关于台湾的事情，以及他们受过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苦难，他们也担心台湾的安危。我遇到非常多的教会、非常多的牧者他们都知道，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来的，他们都主动跟我说，我们一起为台湾代祷，为台湾的平安，为台湾的永续代祷，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一样的苦也发生在台湾身上。尽管他们是这样的这个艰辛，但是他们一样就是说，也把台湾的安危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好，我报告到此，非常感谢各位。今仔有准备奉献茶啊，放伫后面，无夹酒杯。邀请兄弟姊妹为着遮个代志，我相信咱听了后有真深的感受。愿主保守引领，互即个过程较紧来结束。好，请咱来祈祷，再来感谢。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引领阮，保守阮，帮助阮。互阮会当听到无共款呼召的声音，伫阮的生命内面继续见证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感恩阮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就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三甲做伙来吟诗圣诗467首。467首，主要拯救同罪人。咱吟一站就好啊，一站好。请坐。咱直接来奉献，请书献来当当。
咱请去。请坐。即个我来报告，咱现几周国第一点，见面即个迄个东港的事况甲聚会人数甲方面的评价，咱请家己来看。咱看下因本会消息，小会直接来公告吼，咱有聘请道牧师来甲咱中间伊要担任迄个传道教育的牧师，伊今仔日一定有来吼，咱请伊起来，互咱大家来熟悉一下，甲牧师们吼。咱请道牧师简单讲好无？日日平安，真感谢主会当伫今仔日大家节第一个主日加入南口教会，诚做伙去做上帝教的同工吼。即个过程中间就是要结束顶一间的教会8年，就是2任主任牧师即个角色嘛，然后退下来了后，会记住哦，9月份第一个主日我就献给林口教会哦。真感谢主吼，在即个过程中间，结束了后，其实阮计划伫结束以后，会找当服侍的所在，咱有甲牧师娘有几项迄个原则啊，就是爱安静心听候上帝的引发，也就是会当看见迄个所在是会当发挥咱的武术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恩典，就是以前呢，我们的听到牧师在教导我们吼，就是祷告、祈祷、万行事吼，上帝拢会应允哦。所以这个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生哦，看见教会有个女生，很喜欢她哦，就祷告，回去祷告，祷告以后哦，就跟那个女生讲说，上帝感动我啊，就跟你结婚啊。女生就听到说，有吗？上帝感动你，怎么没有感动我啊？哦，所以啊，这个祈祷中间啊，这两边拢会当听到上帝的声音吼，真奇妙就是吼，牧师吼伫5月12号吼，就是有甲我联络吼，就是讲会当去代表南口教会修会来甲我邀请，是不是会当加入真教会斗阵来服侍吼。当时我听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感觉无啥可能啦，就是我爱安静心来听候上帝。不过吼，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直在祈祷，所以我刚刚讲的9月份我放假的第一个礼拜就献给林口教会以后，然后我对这个邀请就马其顿的呼声哦，那就越来越感动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跟牧师娘就是一起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然后到越来越靠近的日子哦，那其实有不同的上帝开路哦。刚刚所读的经文很特别哦，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哦，所以有一些门哦，我相信保罗一定要祷告哦。亚细亚这个地方是上帝禁止的，接下来再有去的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的灵就不行，所以最后怎么样？马其顿就出来哦，所以很特别，跟大家简单最后分享一个经验，就是祷告同应允的经验哦，就是教会一直在希望看见林口教会来发展，然后牧师也很热情的去邀请。那到有一天我们在上一间教会结束以后，我们在打包翻箱，其实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家当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哦。
就是有一些在仓库，有一些在朋友的家，有一些在其他的地方。然后我们一直在祷告，希望上帝要对我们说话。很特别的就是有一天我听到心里面一直想起一首诗歌哦，伫伫咧心内，伫咧提起一首诗歌哦，是20年的中间哦，没有想过的。突然呢，这首诗歌响起在我脑袋里面哦，就在一唱，唱了越来越感动。然后就查一下那个诗歌的背景，突然一开始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读到以赛亚书这个经文的时候，上帝对先知说：“你们要以上帝的圣日看为重要。”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要。”用台语讲吼，你就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我要互你伫就到地就悬的所在，佮用你的做雅各的产业优治你。中文翻作：当你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吼，上帝让你怎么样？乘驾在高处。请问林口在哪里？高处，在高处。当时看到这个经文，我吓一跳，我说：“诶，上帝你对我说话吗？”所以好像本来那个女生要拒绝那个男生，我们要结婚了，但是上帝有感动下来，那我就没有讲，我跟牧师人接下来进入4天的禁食祷告。其实我一直都有祷告，但是4天的禁食祷告以后，我们就领受一个感动，就是来到林口教会。林口教会最吸引我们的地方是对上帝国有盼望。今天第一支蜡烛点起来，看见盼望，不管是林口教会对乌克兰、对其他弱势的地方的帮助，也在属灵的国度里面看见许许多多的人需要福音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牧养团队还有长志同工一起来建造神的国。最后我要邀请我要介绍牧家的成员哦，我们一家3口哦，我跟牧师娘还有一只古代牧羊犬，但没有办法进来。我们请牧师娘站起来好不好？牧师的名就对刘香兰哦，但是牧师的太太，所以被称作牧师娘哦。好，感谢大家，愿荣耀归给神。感谢牧师。上帝来小事发起，牧师甲牧师娘会当伫南高教会做真好的事工，嘛当伫南高地区做真好的事工。我最后补充一个，就是咱的王兄弟吼，其实伊即个分享应该是在2点半钟吼，伊一直伫浓缩吼。咱若要听搁较完整，当然伫双连教会伫即个平哥教会拢搁有吼。牧师会放伫咱的网站顶悬吼，咱来看。那真正要做需要这类资讯吼，甲牧师来讲，牧师会甲咱分享。好，谢谢。咱今仔日的报道到这吼，对啦，嘛爱感谢迄个王弟兄吼，有做真好的分享。下面这个本会消息其他的消息我就无搁报过来吼。后面的资料即嘛拢咱家己来看吼。好，咱今仔日的经句吼，使徒行传10章第9节，咱做伙来读一摆就好。咱来吟上尾份的诗歌上联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请起立来为全首，接续再请牧师来。Yo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地上帝拆塔、圣神的相通，特别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地，特别甲乌克兰这个国家三角地地，对即时一到永世大有情。阿门。请坐，热岛闭会，伫后走了，咱遮三角做伙来行平安礼。咱这点三角做伙来行平安礼。